我哋好想接翻 B B 我哋好想接翻 B B 翻咯。我哋屋企準備咗好多嘢，都係想 B B 翻嚟。仁安醫院接生事故，肇事嘅 B B 仔懷疑因為院方斷錯症同隱瞞病情，導致頭骨骨折同嚴重腦出血，命懸一線。周生周太星期四下晝到仁安醫院，同醫院嘅副醫務總監梁國玲、婦產科醫生余啟文同兒科醫生劉成志會面跟進事件。會後，周生周太話唔滿意會面成果，話院方冇承認任何錯處，亦冇承認事件係喺仁安入邊發生，連 B B 仔嘅創傷係咪由產檢引致，院方都冇明確回應。個婦產科醫生頭先都有帶埋個模型嚟示範過一次，佢話佢唔會排除有咁嘅可能，但係佢強調都係個機會係好微。至於仁安冇為 B B 仔做磁力共振檢查腦部，周太亦覺得不滿。佢臨床嘅判斷覺得唔需要，佢話覺得呢個 priority 係低啲嘅。我都有問佢，雖然 priority 低啲，咁點解你唔處理咗嗰幾個 priority 高啲嘅原因之後再處理呢個呢？因為可以即晚再做埋呢個處理㗎嘛。佢俾唔到一個答案。周生周太話會再揾專家睇睇醫療記錄，再決定下一步行動。而仁安醫院發言人話會承擔調查責任，喺周生周太同意下，攞 B B 仔喺聯合醫院同伊利沙伯醫院嘅資料研究，會同周生周太保持聯絡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